紧，不要紧。应该大家来注意甲听吼，咱的传统真侪迄个有咧听广播电台、听radio的，咱就会自少年，像这位较少年就唔知影啦。较早咱常听56天的讲故事，我就是56天的徒弟，我叫做陈春福，咱新闻就讲陈春，我有拜咱56天学过讲故，所以听我操大就要紧。但是时间甲历史的演变无共款啦。56天咧讲故事，拢安尼讲，我讲故互恁听，恁抾茶互我兄弟来食。但是我毋是，咱新武庙就是上界生意。恁来到这，咱新武庙甲准备上界好的点心，加一个凉水，互咱大家来甲饮用。所以这种的经营就无共款啦。因为咱新武庙要来甲弘扬咱正统鹿耳门新武庙，咱天上圣母鹿耳门嘛，含咱地成功密切的关系，要互大家听。因为咱新武庙，才会当来甲咱宣扬鹿耳门嘛，甲地成功工会的人咧，要来表达能力的人无介济，所以当照中。咱这梯厝，拢总有83个人，83个人的当中，加减甲了解小看，就会当讲互别人听。所以我以后就较免遮辛苦，所以我来爱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咱现在徛这个位置，就是咱正统鹿耳门新武庙第3厝的中间，咱第3厝的中间的当中。是伫咱民国64年动工去起的，70年完成。所以咱这个庙伫第3厝中间以来真济跟咱地成功有关历史，也是咱一寡先贤大德对这个庙宇无了解的工课，我来甲讲互大家做参考。咱台湾人伫咱的祖先。伫咱长辈也好，咱大家拢拜神，有咧拜王爷，可以啊，但是穿插啦不一定是全部都是台语也可以，我这个双声带的啦但是国语比较讲不顺的时候呢，也要大家体会一下我们台湾人本来在我们祖先的领导之下呢，就是拜拜见到有神明、王爷、妈祖娘娘的时候呢，一看到就是拜拜。那拜拜呢，就会怎么样讲呢？里面有神的地方呢，
就称它为是庙。哦，那有神明在内底，咱都讲迄叫做庙。所以这个庙呢，我要给各位做个讲解一下。我们台湾的庙呢，有2种庙，传统式的有2种的庙的建筑，一种叫做北方体的建造，一种叫做南方体的建造。那我们台湾是闽南地区啊，当然是南方体的建造为主体。所以我们的祖先呢，我们各位到现在所看到的庙呢，都是南方体的建造。怎样说南方体的建造呢？譬如我们鹿耳门天后宫，其他的庙呢，海尾朝天宫，他们这个叫做南方体的建造。那么圣母庙这种呢，它叫做北方体的建造，因为圣母庙是仿照大陆主进程缩小比例而建造的庙，哦，所以这个叫做北方体的建造。那么圣母庙这个北方体的建造，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南方体的建造，又不一样了，哦，就是不像了，就是不像了哈。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就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台湾北方体的建造呢，首座呢在哪里？首座就是我们国父纪念馆，在台湾的建造啊，就是国父纪念馆，就是北方体的建造。那么第2栋呢？第2栋就是我们中正纪念堂，也是北方体的建造。那这个庙宇呢？庙，台湾首座就是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所以在我们一般的信众，各位呢，都去把它误认，把它误会了。说正统鹿耳门圣母庙，这个是新庙，光见这新庙就错误了。因为圣母庙这种建造呢，它是全台湾省所做的庙宇，我们都把它误为新的庙，所以这个是相当一个误判了。好，今天就特别给各位做一个介绍。再来讲到我们民国70年左右。我们的这个台南市的市长以前是苏南成嘛很早了，苏南成他还当我们国民大会的议长。他在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呢，为台南市的建设非常的拼命非常的去把它建造。就在我们中华东路、中华南路那个地方呢，他去建造了一座非常豪华，我们都把它称为什么呢？国父纪念馆呢，它的分馆要到台南来了。当初台南人非常的高兴，能够把这个国父纪念馆移到台南来呢。当初在我们的年纪呢，我是42年出的所以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个苏南成市长呢，能够把这个国父纪念馆的分馆带到我们台南市来，我们都相当高兴。结果完成以后呢，是什么？是台南殡仪馆是台南殡仪馆。但是台南殡仪馆它那个建造呢，就是北方体的嘛，也是北方体的建造，所以这个误认了。所以我把这个关系呢，做个简单的介绍以后，我们就会去了解台湾的庙南方体、北方体的建造是怎么来的那再来，我们就是要讲到妈祖娘娘和郑成功的关系了。我常常向所有的机关团体来到圣母庙参拜游览来这边拜拜的人呢，常常跟他这么样讲，但是他们都说我夸张他说你这个阿伯你这个头发白白的，你这个脑袋坏掉了。他说我头发白白，脑袋坏掉了，为什么呢？我第一句话就这么样讲：我们台湾人有今天丰衣足食，住在这个美丽的宝岛，要感谢什么人？要感谢在我们这一殿的最上面，妈祖娘娘，我们称她为鹿耳门妈、鹿里门妈。
为什么要感谢妈祖娘娘？我们在台湾这边看妈祖娘娘有什么关系？关系非常大啊！在西元1661年，郑成功要登陆台湾的时候呢，就是妈祖娘娘助他潮水，不然他就没有登陆台湾了。那郑成功要登陆台湾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文武百官，他的幕僚啊，没有算准，因为我们这个海水都有大潮、涨潮、退潮，所以他急着预计他的行程要攻打台湾，所以没有算到涨潮和退潮的时候，所以郑成功就他在这个厦门呐、主兵的时候呢，他要进到台湾来，他就没有去算这个问题了。那妈祖娘娘他在这个船呢，郑成功要来的时候呢，这个郑成功的幕僚非常的精干，因为怎么样呢？他在厦门的时候呢，他整个军队呢，他就有拜妈祖娘娘了。因为这个统帅啊，要有幕僚，他就先把这个在这个军队里面文官武将，他就先把它区分好了。所以他在船上呢，整个队伍总共呢有3尊妈祖娘娘，他就把他整个队伍称为：你们这个文官，你就拜这一尊妈祖；武将呢，你就拜这一尊的妈祖。所以分为文管和武管。我们各位等一下参观一下，全台湾省完全没有这个妈祖庙呢，没有文管和武管，只有正统鹿耳门圣母庙这边有。所以我刚才又讲到了，为什么要感谢妈祖娘娘？今天我讲这个国语啊，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了啊。本来这个我们老师我6天教我的时候讲台语嘛，那我今天就是这个妈妈她又说要给小朋友听得懂，那我就有的人就比较辛苦一点，我讲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精彩。所以在4月1661年登陆台湾的时候呢，他船到鹿耳门港搁浅了。那搁浅了，郑成功他心慌啊，他心慌，我带领整个军队要登陆台湾，赶走荷兰人。那我现在船搁浅了怎么办？整个军队一定要全军覆没。怎么讲呢？这个荷兰人已经占据安平了，已经在安平古堡设立一个据点，他把所有的大炮呢朝向港口守备完成了。他没有想到还有一条这个鹿耳门港可以进来，所以当初郑成功急了，他就在那个船上排设香案，祈求上苍。他不是求妈祖娘娘了啊！宇宙间，你能够助我潮水，为我恩主，你也当帮助我水，就是我主公啊！好，所以郑成功他在船上排设香案的时候，他就这么样祈求了：该是我郑某人能够统治台湾，祈求助我潮水。他3炷香下炉以后呢，1炷香的时候，1炷香大约要1个小时嘛，在1个小时就产生了变化了，啊，就是妈祖娘娘，鹿耳门的妈祖娘娘和在船上的妈祖娘娘感应到了，依照这个天命啊，应该是郑某人要登陆台湾，赶走荷兰人的，所以他就助他潮水。我们那个驻足那边有一个对联哦，说圣母为我最重三哥，助帝王登陆鹿耳门。我说，你我讲迄个国语就讲较袂顺啊啦，所以这点爱大家了解者。所以伫个时阵，最重三哥，水涨山高呢，是怎么形容？是水涨山高。我们当初的文书者都是这么样形容啊。我们那个年代，以海为生的人，都是拿那个竹竿在撑那个地白啊，所以水涨的3株竹竿的高度，它那个军舰才能够登陆。
所以当初的那个鹿耳门港呢，在我们台湾来讲，台南府城，它是8大景，注意哦，8大景之一啊。我们那边有一个对联，在我们的温书者可以去查询哈。鹿逆莲旁，鹿耳连环，鹿耳春潮。啊，这个是我们当初台南市的一个8大，我们这个8大点当中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查询。所以那个鹿耳门港呢，是对我们台南市整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在台南市又有一句俚语啦，这么样讲哈，咱台南市有一句俗语安尼讲无田无园。听讲伊啦，别个人替我甲翻译一下哈，吼，伊讲无田无园啊，近看鹿耳门，近看鹿耳门，哦，为什么呢？你没有土地可以让那个耕作的人呢，绝对没有财产嘛。但是这个鹿耳门港呢，那个当初的船都从这边进来，你可以没看见去那边做工嘛，赚钱。而且退潮的时候呢，那个岸边呢，这个海水结晶啊，又去挖那个鹅啊，哦，所以每一个人来到鹿耳门港都足好生活。所以讲无田无园，近看鹿耳门，一定是一个足好的所在。哦，所以咱新武庙含这个地成功的由来太济啦，太济。所以咱今仔日咱这个郑成功之旅的营盘呢，咱来到这，我今仔日较闹开，讲一煞袂遐精彩。哦，不会啊，很好，太好。然后你讲的太和前3个题目呢讲起来差的太多了啦，所以这个今天不及格啊。来，我们就到我们的文物馆那边一下哈，再给各位介绍一样东西，就是当初我们现在那个庙已经被大水冲走了嘛，那边有一个当初我们挖起来的一个石碑，那个石碑叫做起水坝、起水坝，啊，你讲的历史我你听，好，我恁了解一下。感恩啊！可以问一下吗？那北方的庙跟南方的庙是差在哪里？北方的庙和南方的庙就差在哪里呢？我们一般这个庙，南方体的建造，它是那个庙的屋角是翘起来的，燕尾啊，所以咱而家讲的讲，咱南方体的庙宇吼，较早拢有一句安尼讲，一定要雕刻伫这个墙角的，在墙角呢，拢爱有人去压迄个三仔架条的。讲迄个五番压庙角，五番压庙角，啊，所以咱这个原住民啊，这个若断掉，你才用拍的。你讲伊五番压庙角，所以咱的传统的庙宇就是爱有这个形体，啊，中爱有3仙的葫芦树，我说有灵有风，啊，咱北方体就无啊啦。咱北方体就用飞龙走兽、走兽，哦，那种走兽啊，较无咧用迄个角，所以南方体甲北方体都差伫遮哩。那么南方体的维修较重啦，咱台湾的你啦风台雨季较济，啊你迄个南方体啦大风台来咧扫落去哦，像咱新武庙这片啊，就无怎样修理。啊这北方体吼，拢看的是琉璃呀，琉璃瓦它的损害的就比较少哦。来，啊咱来看一下。哦。创造天地。General One。
作大典的绕境，从长荣路，然后基隆民族路，然后西转热力街，再到中正路，还要到正音团，还要到王公庙。花家将关将手，南北馆还有关将手，可能上天慈悲，可能神尊慈悲。莅临热力街，可能神尊慈悲。5首相当精彩的舞马。第一首舞马呢叫做《窈窕淑女》，是属于当地排舞的一种舞蹈。第二首呢是俄罗斯当地非常著名的汤匙之舞，待会儿大家可以看看，带着这个汤匙怎么跳舞呢？那么第三首舞马呢是属于申库尔斯克之舞，表演团队他们来自的地方，而且呢他们当中呢也诠释了非常具有创意十足、可爱跳皮的动作。那么接着第4首舞马更是精彩了，他们即将拉着像锯子的琴所演奏出来的音乐真的非常的好听。最后一首呢是属于哥萨克舞蹈，邀请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欣赏，欢迎俄罗斯典范舞团。
里，约翰福哦，
圆佛字。谢谢表演赛里的发财大声，大声甲加点水行的无朋友来事业成功大发挥，现金赚价一大堆，享受生活富裕万年万年，谢谢。杨无继续来欢迎的是我们的福建省艺术全协会。吃的是仙桃点琼江玉一川的是登云斜仙衣仙山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静静而应通，万法万类根源，自从那教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万八在气数并天使成就，又在子丑
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土海山川，至盈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洞皇及坤乾老母娘的心生。三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一本散万殊哉，自无入有其奥妙，是神天意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万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纳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屡次的差援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九三山颇弘罪了菩萨佛南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天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先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生？四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宿东奔，莫要在脸，如若是先一邪教与尔等耳，哪个亦不肯在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佛子，可引心泉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期末，打开普渡清烧书清寂信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为收恶煞，血泪以驴探子归，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莫结识其把握经现效圣法前，不为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在理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环理气。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辖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能卷来或下棋，或将情谈闲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一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一，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蟠桃之果实，亦称仙桃。蟠桃实洲即东海有山名度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千里，曰盘木。武帝内传7月7日，西王母降，以仙桃4颗与帝。
第10折收其禾，欲种之。母曰：此陶3000年一时，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净净而因空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静，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一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昧，会各10800年。一元共129600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玉佛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3720年，西方有长庚佛7080年，即10800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即10800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5800年，伏羲。
整年的365天，我们也不收费只要报名，经过我们的中心的电话来登录。那么不管1年365天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会无条件的提供超度。但是呢，澎湖跟高雄的气泡，我们都在这一次今天盂兰盆法会里面，让他离苦得乐，超生活佛。在这个地方预祝我们所有的往生者都离苦得乐，不再受六道的轮回。法界圆觉宗诺那学会常年来基于普报众生恩的报恩心和慈悲心，度化一切众生，共须解脱，离苦得乐，默默地为世界祥和安乐来尽一份心力。法界新闻吴云曲台中采访报道。懂得报恩的人内心是富有的，因为自己有力气才能够帮助别人。我们无时无刻所升起的念头都是被什么力量在推动呢？每个念头的升起及相续的动向是否和我们的业力有关？而业力既然是源于心念，那么该如何保持正念而不退失？我们起心动念呢，叫三世有，过去、现在、未来叫三世。什么叫三世有呢？因为我们的心呢，开始动一念，如这个大悲经所说，拍手弹指32亿100千念，也就是说32亿乘以100千万。因此呢，这个叫微尘念。一弹手之间呢，它有320兆的微尘念，我把它叫做星光化微尘。宇宙的星辰跟微尘，就是我们的星光所化。那么它不是没有，叫三世有，也叫从毕竟空到究竟有。那么这个心呢，宇宙的万象莫不由于此心，若没有此心，则没有众生，没有宇宙。那么宇宙从哪里来呢？从众生而来。那么因为众生的造业，才会有宇宙。那么宇宙的形成就是星光化微尘，前面还是心，后面就是微尘了。我们在掌握到心与念的关系后，也掌握到业力的根源，应该勇于实在的来面对它、处理它，否则即使通达业力，终将只会是一种空洞的说法。法界新闻吴云曲台中采访报道。以德古拉作为序幕，分4大展区，带领观众探寻吸血鬼的迷踪。吸血鬼这个黑暗中流行的传说，从中古世纪开始，便以离奇及恐怖的色彩潜藏于人们的心中。国立历史博物馆为揭开这吸血鬼疑云，特别举办德古拉传奇吸血鬼历史与艺术特展，近100件展品来自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埃斯特发奇家族基金会、布拉姆斯托克典藏等至少5个国家10多个博物馆、家族典藏与基金会的藏品，从历史、艺术、文学、影像、设计、服装6大面向，为台湾民众揭开吸血鬼的神秘印杀。德古拉与吸血鬼宛如金币的两面，一面是15世纪中叶统治瓦拉吉亚的德古拉，另一面则是长期以来散布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与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交界的吸血鬼传说。吸血鬼形象的代言人德古拉是爱尔兰小说家布拉姆斯托克笔下的人物。斯托克在1897年出版的小说《德古拉》几经翻拍成电影，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展览以德古拉作为序幕，分4大展区，带领观众重新探寻吸血鬼的迷踪。法界新闻记者赖依文台北采访报道。每一次的生命轮回都有必须完成的志业，所以我们必须要修业成道。
人诞生于这个世上，都有他必须去完成的人生志业，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同，所要完成的课题也就不尽相同。因此，在佛教中，我们常常会听到因果轮回的说法，这就是说，我们此生志业如果未能完成，来生则要继续。这个我们佛教里面其实有讲到轮回这个议题啊。那这个轮回其实，应该说在佛教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啊，哈，在古代有很多例子也在啊，比如说王阳明啊等等，其实有很多例子都在告诉我们，生命其实不是只有这么一世，它是有这个轮回这样的。那假设真的是轮回存在，那我们这辈子你又要人间做什么，是吧？我们一世一世，你又回到人间到底要做什么？为什么你需要一次又一次来到人间？到底你在忙什么？其实我们来看这个生命，你把这个生命看成一个这个残留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你回到人间，其实都应该有功课的，都是有功课要让你做的。你每一次会回到这个世间来，其实有学分要让你去修，那每一次的议题可能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的人际关系不好，那为什么人际关系不好？可能你有某方面的执着，比如说你很自我啦，你不太会去照顾别人啊，等等等。那你这个习性一直非常自我，很自私。如果你这个学分没有好好去修，那你下辈子还不是又回来？就说你被当掉了嘛，所以你又要回来修这一门人际关系啊。生命的轮回并非都是不好的，只是要让我们去修补此生未能完成的缺憾，这也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道障碍。等到你能诚实面对这项缺点，去完成这项课题，那么你的人生才会圆满。法界新闻杨志忠台南采访报道。透过修行，除了制度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利他。对于轮回，因为讲到因果循环，许多人会害怕坠入六道中的其他道业中。其实应该说，轮回的目的应该是一种正面积极性的，我们应该要正面去面对，把你拥有的好再修持更好，缺失则要努力去修补。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轮回，其实轮回的目的是做什么？就要让你更好，也让你更有机会，一次一次的机会给你，就像一个老师不放弃学生一样，佛陀一样，永远不放弃我们这些众生，一次一次的机会给你啊，希望你更好，还要再更好啊。所以我们讲到看上人间走一回，意思是说，因为你走完这一生里面，你到下一生里面，你到底学到什么？你到底你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假设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你来人世间的意义要做什么时候，你生活就有目标，你生活也会更有方向，你的生活也会更快乐。所以呢，我们讲到轮回的事情，它不是一个消极，它其实一个积极的一个面向。就好像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每一季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次的心情也会不一样。那只有你去用心耕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又成长了。所以轮回的意义就是一次一次要让你成长，直到你真的是圆满的为止哦。即使是圆满，你还是一样会回到人间来干嘛呢？来照顾其他众生啊，来帮助其他众生啊。所以轮回真正意义其实是积极性的，并不是消极性的。经过累世的轮回，是我们不断累积修持福报的途径，让我们的好还要更好，直到修持圆满。若能再次轮回人世，则要我们用自身的圆满去度化红尘俗世的众生，让他们能顿悟人生真理，追寻此生未完成的志业。法界新闻杨志忠台南采访报道。
刚刚有这样的，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在于那软体开发自己就是说计划资料跟计划资料的之间的一块有没有一个那我们知道看一下他们的人把他的位移下，他怎样把它接到回去，好，或者最久一天到3月份，他在跟你中心的所有人民镇上医生都有生意。你回去你肚子痛，你头痛，你什么回来？就实实在在，我们这个有记录，整本也是都有记录。啊，结果那个医生就是告了，卫生所讲话卫生所告了，结果他拿外面，这就是等你这个不在这里啊，没有了啊。原始天尊之相信我们国家里面钱花的也多了，很多了啊。我这个是数数做的最近的啊，这个30几年前。就是刚刚讲到那个先驱对土地的训练啊惩罚，那刚刚举例说开一台软墙，然后它身上有一个被打。那我想请问，知道这个惩罚就是他降下来的这个方式，是他到了就是这个人，他到了这个软墙中才会发生它的效益，还是说这个土地他平常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离开了这个神圣的场所之后，他在他的家里，他在他工作地方，他也可以感受到他的先知想要告诉他。您说是修道来这里才修，才会接受处罚，在家里就没有接受处罚，对不对？可能他在家里他可能会接受那些暗示，就是他可能是好像生活中有征兆，可是这种肉体上面这种很明显的，可能就要到这个才会发生。可是我不清楚，一定要到一种东西一定有处罚来留在地方。我们这些人你看来家就乱，当普通工就乱了哈。那我们国家就说皈依啊，这个叫做接力啊，都一样。你来就乱，就是我的徒弟，我的学生。那么他对学生所有一举一动都给我照顾。你就说你今天有来是吧？你没有来，在家里边是吧？也许是吧？你生天的病你也不知道。他没有讲，没有开说的话你也不知道，不是不处罚。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安煌、台中圣神堂、南天直辖轮堂、恩主公司关圣帝君，还有李洞宾先祖、纯阳祖师，另外还有供奉玄天上帝。然后他奉献给台湾法，这是很伟大。然后他的书都是不用钱的这样子啊。可能。这种感觉。谢谢，可能。今天的他那边是他们的婚道，那个女人是想让共同。简单给我导览一下这样子，医护完啊，然后简洁护了。没问题，你用我的节奏，我对。跟我们上面向各位华大家就是我这边有说一下的意思啊。我们大概就是把这边来说在这边，然后再讲我们但是最近有一些如果现在基本上就是每个礼拜我们会在这里然后后来这个仪式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事情，我们在重新在这个地方做下课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会服务的人。